当节目开始进前，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甲大家讲：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有一个留言连结，请你着5星评价。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你嘛会当互我抖内，请我食一顿碗粿。所会讲的，Song Podcast。台湾人讲的聊斋，有争议的妖狐鬼怪，所以讲我了解。本节目由Song Podcast 独立制作。第2讲、第3篇，起招。新城县王钦文老先生因兜有一个咧说王的咧饲马的人家。伊在真细汉的时阵就去乐山学习道法，练习久了后，就毋食煮过的食物，干那食即个青树子甲白色的石头，而且规个身躯拢发毛。我最近吐牙真严重，应该嘛爱来食块石头呢。就安尼啦过了几年，因为因老母头伊要转去照顾，又搁慢慢恢复食这煮熟的食物毋过伊原来是食石头伊只要对着日头来看这个石头，伊就会知影这个石头会酸甜苦辣，会当知影这什么味就对啦就亲像咧食乌瓜共款伊伫因老母过身了后，又搁转去乐山学道法。到今又搁过了17、18年，